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10月初二。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来记23章14到19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14节到18节，第3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欢喜服侍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保罗的提醒，喜乐不但是基督徒应该爱有的使命，搁较是一个命令。保罗讲：恁也着安尼欢喜，煞甲我三甲欢喜。同款的命令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也出现，伊讲着爱常常喜乐。所以，我靠上帝的人爱有喜乐，这是应该的。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段箴言的经文，伫箴言17章22节，伊安尼讲：欢喜的心是好药，忧伤的心神互骨孤单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腓立比书第2章一开始就安尼讲着讲，恁凡事无得拗念，无得争辩，才会互恁无通嫌，真实无假，做上帝的囝儿，无下事伫邪僻行恶的世界，伫恁因的中间来出现，亲像照光伫世间的，显明活命的道理，互我到伫基督的日有通夸口，因为我毋是空空巴足，也毋是空空着盘。保罗咧讲着人袂使伫遐拗念，伫遐计较，伫遐埋怨，还是讲甲人争论。因为这的个性拢甲喜乐的诫命相违背。亲像箴言17章22节的经文所甲咱讲的，只有喜乐的心，才会互人的性命、肉体性命、灵性来得到健康。若无欢喜，乃是一种的毒药，有杀伤力，会治人的性命。照安尼的概念来讲，基督徒应该爱欢喜、爱喜乐，但是来过日子尔，搁较是伫服侍顶悬爱有安尼性命特质。但是咱看见真济社会上有一寡人，伊的性命特质，天生就足爱安尼计较啦、比较啦、论争啦、拗念啊，啥物事拢通念啊吼，甚至攻击人。好若亲像将人踏伫涂骹，安尼就会显明伊有较好的性命，伊家己的成就。其实毋是安尼啦吼，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非常明白甲咱讲，咱有济作为，到伫最后，当咱甲主耶稣基督佮见面的时阵，是无彩工的。世事争取真济的金钱、财产，伫经济顶悬过了较好小看。安尼讲好啊，着台湾的上好野的人，就伫伊失去性命的时阵，阁有啥物价值呢？今日有看到一个新闻，有一位妈妈去伫法院告伊的囝，无要照顾伊，无要支付养老院逐个月2万几箍的钱额。当即个告的过程的中间，法官去了解即个妈妈，是即个囡仔的成长，因为囡仔有提供一寡资料。
然后就发现讲，即个妈妈吼，自少年结婚了，就爱计较啦，贪恋享受啦，吼，听讲从来毋捌照顾过厝里的囡仔啦，吼，日子过了真快活安尼啦，吼。后来伫判断的时阵，法官判即个妈妈败诉，伊的囡仔无需要来支付任何的所费。伫即个案件，互咱来思考，圣经咧讲的喜乐，也是讲欢喜，并毋是迄种乱输佚佗，也是讲真快来去享受迄种的。根据圣经的观点教导，意思是讲伫服侍的中间嘛，着爱存有即种欢喜的心。无论是服侍了有顺心无，总是爱存着喜乐的心来服侍。透过服侍人来显明咱是服侍上帝。咱讲着讲诚实，对上帝诚实也是共款啦，吼。伫今日的旧约中间，咱看到讲有足侪守节期的以色列的规定。以色列人咱嘛知影，因足爱守节期啦，吼。但是守节期的时阵，有当时是因的心智顶悬，是为着守节期来守，一点仔都无欢喜。甚至嘛要求别人要求到别人嘛无欢喜。那安尼即种的守节期甲服侍，毋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因为当咱用喜乐的心来服侍人、服侍上帝的时阵，当咱伫最后的时见到上帝的面、咱的主的面的时阵，咱的主也要用欢喜的心来欢迎咱，并且对咱讲。好，搁真重的萝卜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10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记第23章14到19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的14到18节，第3章的第1到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欢喜服事。昨天中秋节，不知道大家过得快不快乐？根据圣经的教导，保罗的提醒，喜乐不但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生命，更是一个命令。保罗说，同样的，你们要喜乐，也让我们分享你们的喜乐。同样这样的命令，在接下去的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里面也这样说到，说我们应当要靠主喜乐。所以一个说有信仰的人，一个说我们都信靠上帝的人，就必须要有喜乐，或者说喜乐是应当的。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箴言的经文，在箴言17章的22节这样说道，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我们通常会用这样的经文去鼓励一个生病当中的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要从这个经文里面来思考的是那个诫命，喜乐的诫命。腓立比书第2章一开始就这样提到了，你们无论做什么，都不要埋怨或争论，好使你们在这腐败弯曲的世代中纯洁无瑕，做上帝没有缺点的儿女。你们要在世人当中发光，像星星照亮天空，坚守生命的道。你们这样做的话，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有所夸口了。因为这可证明我一切的辛劳不是徒劳无功的。保罗的工作是劝勉我们要喜乐，不要争论，不要埋怨。台语说的比较好，熬念，
一直在念，这样的计较、埋怨、论争呢，都跟要喜乐的诫命是相违背的。他这边说，当我们不这样做有喜乐的时候，就会变成上帝没有缺点的儿女。如同箴言17章22节所说的，喜乐才能使人的肉体的生命、灵性上面呢健康快乐，而不喜乐则是一种毒药，是具有杀伤力的。更白一点是说会要命的。然而，许多人我们可以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的生命特质，他好像生下来就喜欢计较，然后跟人家比较，喜欢跟人家论争，喜欢去攻击人，甚至好像他觉得把人家踏在地上，自己就很有成就感，就有比较好的生命的表现。其实不然，你看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保罗说：“我劝你们，你要喜乐，不要论争。”这样表示我没有有好的工作，不会说徒劳无功。那换句话说呢，如果我们的生命都是在那边争论、计较，那我们的生命就也徒劳无功了。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就是徒劳无功了。即便你可能说我因为争取，所以我有很多的金钱啊，我很多的财宝啊，或许在经济上面你可以过好一点点啦哈。可是我们想想啊，即便是当台湾的首富啦，当你失去了生命的时候，又有什么价值呢？今天刚好看到一则新闻，有一位妈妈呢去法院去控告她的儿子呢不照顾她，不愿意支付这个养老院的费用。后来在这个辩论的当中，可能是儿子这一边有提供一些资讯啊，法官在了解之后呢，就发现说这个妈妈呢，从年轻结婚之后就是爱计较、贪恋享受，也从来没有付出心力照顾家里或是照顾家里的孩子们。他的生活似乎过得非常惬意啊，有结婚像没有结婚一样这样的啊。那后来在判决的时候，这个法官呢就判定这个妈妈败诉。法官的判决当中就说，这个孩子呢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妈妈需要的费用。这件事情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哈。所谓的喜乐，并非我们所谓的这种欢乐啊，尽情的享乐。根据圣经的观点跟教导，我们必须在服事上存有喜乐的心。刚刚腓立比书第2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无论是否顺心的服事，都要存着喜乐的心来服事，并且透过这种尽心尽力的服侍人，来表达我们尽心尽力的服侍上帝。这我们也在之前的读经日课里面分享过了。在旧约经文里面看到规定了很多的以色列人的这个礼节啊，以色列人在我们所知道也很喜欢守节，可是很多以色列人的守节是那种心智上是为了守节而守，而不是非常喜乐的在守节。我们知道守节本身是代表是服侍上帝、敬拜上帝。如果这样的守节、敬拜、服侍是不喜乐的，那么上帝也会不喜欢我们的守节跟敬拜。因为当我们有喜乐的心服侍人的时候，服侍上帝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最后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用喜乐的心来的时候，上帝就要用喜乐的心来接纳我们、欢迎我们，并且对我们说：“好，又忠心的仆人。”